今次勁開心啊！我諗鏡頭嘅你同我一樣啦，榴蓮就食得多啦。不過榴蓮園你哋有冇參觀過呢？我就未參觀過啦，不如大家一齊嚟睇下啦 ！Let's go！ 參觀果園呢，除咗行路之餘呢，其實都可以坐車嘅。而家老闆就話帶我坐車行啦。嘿，等一等先。而家我哋就出發參觀果園啦。嗱，呢啲就係1、2歲嘅榴蓮樹。哎，我記得啊，呢個係黑刺啊！黑刺啊！呢啲係100棵黑刺啊！呢度有。嗱，開始由 BB 樹啊，去到呢啲大啦，好舒服啊！我聞到大榴蓮在我腳下，榴蓮嘅天堂啊！呢度係。雖然咧榴蓮咧我就食得多，不過可能榴蓮嘅知識我就唔係真係咁叻啦，所以今日咧就請咗個馬拉華人 Justin 嚟同我哋介紹啲榴蓮嘅資訊啦，好冇？好 ，Let's go！ 呢度啦，呢度啦，就係呢度啦。前面都好哇！真係有榴蓮㗎！呢個貓山王嚟嘅。哇，好吉啊！冇味嘅，平時唔係好臭嘅咩？係熟咗先會有味嘅。哦，呢個未熟啊。咁要仲有幾耐都可以食得？差唔多仲有1-2個禮拜啦，1-2個禮拜，還要1-2個禮拜。我們馬來西亞推崇的就是等到它榴蓮完全成熟了，自然跌落。我知呢個叫樹上熟，同平時嗰啲金枕頭有咩嘅？金枕頭咧就係生勾勾，cut 咗佢落嚟，跟住焗到佢熟嘅，焗肉水。同埋因為泰國佢就比較，佢哋一般運過嚟係靠船噶嘛。係。我知道馬來西亞咧就好重本嘅，係空運嘅。係空運嘅。所以佢可以做到樹上熟，就即日摘落嚟就即日送到去屋企啦。啱。咦，其實呢棵榴蓮已經有榴蓮果咯，我可以問下佢幾多熟？這一棵樹齡看它的幹應該大概只有5年半到6年。5年半咪賺咗咯，因為你話一般要7年先結到果。然後以現在的目測，這棵大概會有25粒到30粒的結果收成。哇，咁賺咗啊！你一般話要5至7年先開始有果，5年已經有。呢個5年啦。咁大個果啊！這個就是開始要變成它的果實了，開始變大。榴蓮 BB 啊，呢度係。哇，睇下吉唔吉嘅先？唔吉嘅喎，大啲都吉。哎呀，好得意啊！Justin 啊，我可唔可以問你個問題啊？好。咁榴蓮1年有幾多季收成？大概是2次的收成，一次是年尾，一次是年頭。就是我們大概是1月份的時候打花，那麼結果大概收成就是5月到6月份。那麼6月份，它會用1次的時間去清一下它的土壤，然後再滋潤它的土壤。那麼7月份到8月份再開始打第2輪花。哦，怪不得我們香港都是9月份的時候有貓山花，對不對？對。嗱，那麼小的一棵樹，一年每次結果會結幾多呢 ？OK， 那麼我們講5年到6年樹齡的，大概我們不會讓它超過30粒，不然會傷到它的果身。哦。如果是10年以上的咧，那個100-200粒大概沒有問題啦。哦，因為咧佢太細啦 ，BB 結咁多果咧，啲果就唔夠靚啦，唔夠靚，佢嘅味都未100%完成。佢注重 quality。咁我哋去睇下啲結咗果嘅。OK， 好 BB。Justin 啊，我聽我啲馬拉朋友講，其實我哋可以買榴蓮樹嘅喎，究竟係唔係㗎？唔係買嘅，係領養嘅個概念。那麼它的概念是領養呢，就是我們會負責幫你管理，就是幫你栽種你的榴蓮樹。那麼如果比如說你自己無法使用完成的話呢，我們還可以幫你代為銷售。哦，因為都好多人唔中意榴蓮呢樣嘢噶嘛。其實呢個方法都幾好喎，可以栽培棵樹，跟住每年就會睇到佢嘅成果啊，生長得好唔好啊，健唔健康啊。其實都幾好喎呢樣嘢。係。好似睇住自己個 BB 仔慢慢長大咁樣啊。咁你話終身噶嘛？咁如果一日我唔想要棵樹，唔想養佢啊，咁點算呢？那麼就看你自己的意願。比如說，如果你有朋友或者是你的親戚還是你的孩子想要進手呢，我們可以免費幫你轉手給他。那麼如果你真的身邊沒有任何人需要的話呢，當然我們也會幫你找一些人來幫你領養。揾個新主人。係新主人。啊，都唔錯喎。咦，咁今日係咪有榴蓮樹得睇㗎啦？有榴蓮有，前面有。好，而家不如睇下啲收成。好。
你話而家係開花季節啊嘛，但係點解成個果園開緊花，我都聞唔到有花香味嘅？因為榴蓮呢，它一開花了過後呢，它過了一段時間，它的花就會凋謝下來，啊，它就不會永遠長成這樣子，它凋謝了過後，它就變這種樹枝。啊，冇味嘅喎，冇味嘅，它就變成這種樹枝，然後這邊過後才會變成果實。我想問佢啲花會唔會有啲藥用價值㗎？因為有啲樹嘅花係攞嚟整中藥㗎嘛。冇嘢冇嘢，哦唔冇嘢，真係冇味嘅喎。係冇味嘅冇味嘅。哦。咦，之前啊，我見到呢個枝樹其實都種得幾稀疏係咪？因為我們的概念呢，就是希望讓它往上越來越高。到時我們榴蓮收集的時候呢，要收集這些榴蓮就比較麻煩。像你所知道的，馬來西亞的榴蓮都是在樹上收，然後等它掉下來了。那麼以我們出口的評級來講呢，只要樹呢，那個榴蓮呢一掉在地上呢，那麼中國那邊的評級就會變成米果，而不是黑果。價格會相差超過1倍。所以其實你哋而家就自己研發咗，其實反而打橫山就比向上山就更加健康，更加容易管理。係。你可唔可以問你個問題啊？咁咧其實咧你又話啲榴蓮係睇年份啦，咁會唔會有啲人特登去買啲老樹嘅節枝去接落啲新樹度咧 ？OK，那麼不管你是用老樹的介枝呢，或者是新樹的介枝呢，它都是大相干的。為什麼？讓榴蓮的有味道的是看它的根，它的吸收的養分夠不夠，供給給這些榴蓮的養分夠不夠？那麼比如說為什麼講老樹的果實好吃？老樹呢 ？OK，我們講榴蓮的根，現在這一棵的根呢，已經是長到這個葉子這邊。它的根，它越寬，它的那個樹根就越寬。它不是只是往下長的，它會往寬長的。原來榴蓮係睇佢個根嘅闊度而決定佢有好唔好食嘅。像它的根越闊呢，它的根越粗呢，它吸收的養分越多，那麼它榴蓮的果實的味道才越好。呢棵幾多歲啊？大概也是在7年8年左右。哇，7年有咁大棵啊！有一些真的是它長得很快啊。哇，我又見到好大棵咯喎！有一個。我看它差不多熟了，對不對？這個也是差不多了，應該這幾天應該會掉了。因為我看到它這個比較可悲色哎。對。這個多少歲啊？這個樹啊，這邊應該也是在6、7年左右。這個地方最老的樹是幾多歲？9年啊？咦，咁因為其實呢度係比較新嘅果園喎。係比較新嘅。其實榴蓮樹呢，當我們第一批種植下去的時候，它不是每一棵都可以生長或者是生存的，它一定會有一些長不出來，或者是停着突然不會長大，那麼這些都會被淘汰。所以你看呢，同一個 area 為什麼有的8年，有的7年，有的5年，就是這個問題了。有一些它2次3次種下去，它還是不能夠生長，我們一直要換。所以榴蓮真的是不是那麼簡單，因為它的種植時間的那個燈很長，所以導致呢很少有榴蓮園呢，在馬來西亞呢是就是講整個園區的那個樹是同一個年份的。我想問咧，榴蓮係熟咗會自己跌落嚟啊，定係都要人手採摘㗎？其實係。我們這邊呢比較方法，我們這邊的方法都是等它熟成了過後才掉下來的。掉下來，然後你就把它剪嘛。對，然後通常呢，我們會用網的方式，就是講在它下面放網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種寬的意思。把它種寬了過後，它的高度沒有那麼高呢，那麼它比較容易收成。掉下來的時候，它的那個傷害度越就掉落個網，即係佢差唔多要收成嗰時，你就會整一個網。整網定係呢度綁住佢啦，綁住上面呢度。綁住佢吊住個網，到佢裂口咗，所以落啦。咁我想問點樣分靚嘅榴蓮同唔靚嘅榴蓮咧 ？OK，那麼榴蓮呢，在我們國際的分層呢，有 A 果、B 果跟 C 果。係咪越大就係越高級？唔係，越大粒只要超過3個 kg 就是屬於 C 果，就是屬於最沒有價格的。因為榴蓮呢，它只要它的那個重量跟它的那個它的體積呢太過大呢，它的果肉的味道就沒有那麼香。即係越大就越唔靚啦，反而2到3 kg 就係越靚啦。最靚係1.5到2.5呢個 range。所以其實我哋買生果咧，
買貓山王就千祈唔好揀大，我覺得大一定要買1.5至2 kg，即係一定係靚嘢啦。係，差唔多呢個 size 就最靚噶啦。哦，我而家學識啦，唔會俾人呃啦。嗱，不如我哋今日其實我哋啲觀眾都睇咗我哋好多集嘅榴蓮小知識，我哋應該要俾啲 tips 佢哋點樣揀個靚榴蓮好唔好啊？好。OK， 那麼我想說的就是榴蓮的那個生長呢，它只要不是歪的，它們大部分都是 A 或者是 AB 果。那麼如果只要是它有斜，比如說變成橢圓形那種呢，那麼就是 B 果。千萬不要用 A 果的價錢去買 B 果。咁而家呢一個係 A 果啦。這個很大機會是 AB 果。AB 果，那就是如果就告訴我們的觀眾添啦，醒 tips 俾你哋，出去買榴蓮咧就唔好買啲3-4 kg， 唔好用 A 果嘅價錢就買個 B 果翻嚟。係。嗱，你要記住，出去揀榴蓮就揀啲1.5至2 kg 咧，先至係靚貨嚟噶。其實我要讚嘅就係咧，呢度係真係1粒蚊都冇。其實我去咗好多果園啦 ，even 我去到日本嘅果園。都係有少少蚊滋嘅，但係呢度咧佢嘅管理係非常之好啦。佢係管理到呢度係除咗冇蚊之餘咧，係完全冇任何嘅異味啦。你知其實有時去啲果園，你會聞到啲牛屎味啊、豬屎味啊，呢度係完全冇啦。同埋其實你睇下地下咧，其實係非常之乾爽，因為其實你知好多果園啲泥都係濕立立啊咁樣啦，所以你見我連波鞋都係着自己嘅。咁我覺得下次嚟打卡嘅靚女咧，真係可以着翻條短裙仔嚟打卡，都唔會有蚊咬嘅。咁講咗咁耐啦，我哋係時候都做我最想要嘅環節，就係食榴蓮啦。做完一日榴蓮嘅園丁咧，而家我哋要坐低慢慢嘆我嘅榴蓮自助餐啦。哇，你睇下幾圓幾大啦，同埋黃冚冚噶。哇！一攞落去咧，扁嘅。正啊，好味啊！我都未食翻豆腐啦，做咗一日嘢。好味，好好味啊！